侬好，小巨头，欢迎来到搿个地方。侬要晓得，搿地方呢，阿拉只宝可梦是一样的。蒂姆，我拨侬讲哦，侬爷呢是搿地方的英雄，如果侬好稍微活一眼眼呢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要。我记得呢，侬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个宝可梦的专家，是吧？是啊，不过最后呢一塌糊涂，也不要提了。大怕个王，啥人来处理啊？侬不要动啊！我有么子好考侬啊！哦，阿哥哎，侬哪能回事体啊？哎哟，侬不要看我嘞！侬看我，侬也听不懂我要讲啥么子个，是不啦？侬不要再看我了，是让我用面包帮你填上去。哎哟，侬哪能会讲闲话啦？呀，介奇怪噶！侬哪能听得懂啊？侬慢慢讲。我真的老随口啊！我帮侬讲啊，大家看到我呢，听我讲说话，侪是别嘎别嘎。侬慢慢讲，伊要听不懂，侬再讲搿句闲话。别嘎别嘎！哎呀，听得到呀，老可爱呀！别嘎别嘎！爷爷哦，侬也是老可爱啊！我明白了吧？大家侪听不到噶，就侬。哎哟，我变怪人了。我不要是个宝可梦，我讲好了。搿么世界上一流个侦探，侬要不啦？还有，侬要是想寻着侬娘，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是跟牢我，一道走，侬与我。侬要晓得，世界上呢有一种戏法把阿拉串成了一对，搿个戏法的名字呢叫做希望。侬听好。阿拉有办法让侬招工或者活接活手的。是啊。好，现在告诉阿拉重点。管子好，管子让开推开。我的问题是，我会把人推开，随后呢有男工一直跑脱了。实际上搿爷叔想讲呢，就是让侬不要出太大的事体。啊？伊个意思是讲我事体太多了是伐？侬人有毛病啊！好了好了，阿拉回故事。我不要讲了，现在侬是好人，我不是好人，不对，阿拉侪不是好人。哼，阿拉走。